聯校管弦樂團成立於2012年，現時由40多位東華三院小學嘅同學組成。管弦樂團曾多於東華以外嘅活動亮相，包括歷屆工展會、聖誕頌歌節、防止虐待兒童會同埋救世軍舉辦嘅嘉年華等。樂團曾先後參與北京交流、台灣弦樂夏令營、千人破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表現均獲好評。為咗今次開幕嘅典禮，管弦樂團樂聲部嘅兩位指揮陳朗軒先生同埋許文耀先生挑選咗6位弦樂聲樂部嘅小朋友，組成咗弦樂小組為大家演出。呢6位同學係嚟自4間東華三院嘅小學，佢哋分別係嚟自東華三院周燕心小學嘅葉婉晴、謝愛希同學，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葉欣韻同學，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嘅蕭子榮、李子慧同埋李心柔同學，其中李心柔同學亦都係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園嘅畢業生，正正體現咗東華三院幼稚園同小學之間嘅傳承，由幼兒階段開始，為學生打造穩固嘅基礎，令佢哋可以自信咁邁向小學階段。今日弦樂小組將為大家帶來2首弦樂嘅作品，第一首係《Entrance of the Queen of Sheba》，樂曲節奏明快，旋律華麗，營造出一種莊嚴又歡快嘅迎賓場面。呢一首樂曲常見於婚禮、典禮同埋音樂會入邊，象徵尊貴同埋喜悅，正好呼應慶祝東華三院155週年嘅喜慶時刻。為咗呢一個特別嘅日子，2位指揮仲會同同學一齊演奏先。睇嚟同學都已經同演奏家一齊已經準備好咯喎。現在有請東華三院小學聯校弦樂組、弦樂小組為我哋表演，掌聲有請。
聯校管弦樂團弦樂小組。請你哋留步，依家有請小朋友可以企喺我哋嘅琴架前邊，我哋再次影多張大合照。請大家可以望住我哋嘅攝影師，1、2、3，笑。依家有請小學嘅校長一齊上台同樂隊一齊影返張大合照先，同時都有請幼稚園嘅校長一同上台拍攝留念。請大家望住我哋嘅攝影師。1、2、3，笑。好，我哋送個叻出嚟，係啦，送俾小朋友，小朋友又可以拎個叻叻手指出嚟影相喎。1、2、3，笑。好啊，唔該晒校長。係啦，有請小朋友可以慢慢可以攞翻你哋嘅樂器落台。咁精彩嘅表演，梗係唔好俾佢停啦！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兩位指揮為大家演奏 Tango 8，係一首充滿拉丁風情嘅小提琴同大提琴嘅二重奏作品。編曲上面透過小提琴同埋大提琴嘅互相對話，展現阿根廷探戈舞蹈獨有嘅張力同魅力。呢一首充滿動感同熱情嘅作品，正好為今日嘅活動添上一份活力同色彩。依家有請東華三院小學聯校管弦樂團指揮許文堯先生同陳朗軒先生為我哋帶來導師二重奏 Tango 8，掌聲有請。我哋俾熱烈嘅掌聲呢兩位導師，唔該晒兩位導師。而家我哋有請導師一齊影張大合照留念啊！
唔該晒兩位導師為我哋帶來咁精彩嘅演出。